大家好，喺進入復活節前嘅呢一個禮拜，我哋一齊回顧下耶穌基督喺呢一個禮拜入邊所行嘅事蹟。首先喺啱啱星期日入邊，我哋有好熟悉嘅棕樹節，就係耶穌基督騎着驢，佢進入耶路撒冷，喺當中民眾喺地上邊鋪上棕樹枝，然後高聲嘅呼叫浩撒那。喺呢個受住眾人歡呼嘅情況下，耶穌基督進入咗耶路撒冷。跟住嗰日，耶穌基督佢肚餓，跟住對住一個冇結果嘅無花果樹講：從今以後，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。喺斥責完無花果樹之後，佢亦都對住好多唔同嘅人繼續嘅講，有好多嘅知識或者比喻。撒瑪利亞人佢哋好想嘅嚟到去捉住耶穌嘅痛腳，嚟到去將佢告佢一把。而當中有一個人嚟到耶穌基督面前問佢，喺眾多嘅誡命當中邊一條係大？耶穌基督亦都對佢講：你們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嘅神，其次就是要說愛人如己。當頒布完呢個大誡命之後，第二日瑪利亞就用一整瓶嘅香膏嚟到膏抹耶穌。與此同時，猶大就係用咗30塊錢嚟到出賣耶穌。跟住到星期四嗰日，就係逾越節之前嗰日，呢一個亦都係大家熟悉嘅最後嘅晚餐。但喺晚餐之前，耶穌基督就束起衫，去幫12個門徒嚟到去洗腳。洗完腳之後，佢哋就進食最後嘅晚餐。喺呢個晚餐入邊，耶穌基督亦都立下咗聖餐。喺我哋守聖餐嘅時候，就係要擘開呢個嘅餅，舉高呢個嘅杯。當聖餐之後，猶大就出去。就喺呢個時候，當耶穌基督叫佢嘅門徒同佢一齊去客西馬尼園禱告嘅時候，因為太夜太攰，身體嘅疲勞，呢啲嘅門徒都瞓着咗。耶穌基督就喺呢個嘅時候去向神嚟到禱告，求神將呢個嘅苦杯挪開，但係唔係依佢嘅意思，係要依神嘅意思。當佢斥責完門徒嘅時候，猶大就帶人嚟到將耶穌捉拿，跟住耶穌就要受審判。喺星期五受苦節當日，佢就要孭住呢個嘅十字架，被釘喺十字架上邊，為我哋嘅死。呢一個並唔係結束，因為耶穌基督死後第3日佢復活。我哋一齊就好好利用呢一個嘅時間，默想下基督耶穌喺呢一個星期入邊為我哋所做嘅嘢。